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各位觀眾收睇7749嘅，又同各位彩民咧研究一下六合彩攪珠啊！第47期六合彩復活節金多寶攪珠咧，就會喺4月19號星期二晚上9點半鐘嘅嘅，而截止售票時間咧就會喺嗰晚嘅晚上9點3。今次金多寶彩池咧會撥出3300萬咧嚟推高獎金嘅，估計頭獎10蚊一注獨中派彩咧係可以高達4500萬，係4500萬嘅，祝大家運！咁巨獎當前啦，當然就係18燈啊時間啦啊，快啲攞支筆抄低啊！馬對家有運行啦，嗱聽住係2號、10號、18號、30號、35號同埋43號嘅，嗱同一次係2、10、18、30、35同埋43嘅。咁呢個復活節金多寶咧就喺1992年咧開始有啦啊。咁但係近呢幾年嚟咧，呢個復活節金多寶通常都係頭獎估算咧都係3000萬啊，3000零萬到嘅啫啊。咁但係咧就今次咧就真係意外驚喜啦，有4500萬，咁係個原因啦啊。其實就係啲咩加錢啊嘛，個少咗人買咧，咁你唔將個獎金推高啲咧，就唔夠吸引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以前3000萬都吸引到好多人買啦，係咪？而家咧要到4500萬，係咁好咯，都係益街坊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個投注額講真係咪？即係睇翻而家咧，即係啱啱開售嘅時候咧，就預售嘅時候就有500萬嘅，如果計過上一期，咁啱上一期完咧，加埋嗰啲期買嗰啲咧，就去到1000萬啦啊！咁即係講真啦嚇，呢幾日啊咁樣死谷爛谷嘅話咧，如果今期4500萬嘅頭獎咧，個投注額都唔過8000萬咧，咁啊真係弊啦，係咪？以前啊3000萬啊嗰個頭獎啊都金多寶都去到1億嘅，依家真係啊唔衰好過衰啦啊，仲衰啦嚇，真係黑仔啊！好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下一次見，拜拜。